年尾啦，飯局有啲多。當有人喺飯局上面讚你嘅時候，你應該點樣回應呢？如果你淨係識得答多謝哇咁樣太掃興啦，兼且對方都好難去接到你，又或者你會令到佢印象麻麻地，唔係咁深刻。所以今日針對呢一樣嘢，同大家分享一套對付飯局上邊回覆嘅情況，一套公式咧同埋話術嘅。哪怕你係再內向嘅人，如果你按照呢一個方式嚟講嘅話咧，你都可以輕鬆完成啦。應對長輩前輩嘅表揚，比如又話讚你靚，你記住兩樣嘢，表達喜悅之情。第二，低姿態回讚佢。哇，係嘛？多謝晒前輩啊！你讚我讚得真係好開心啊！不過同你比咧，我都係爭好遠啊！你讚翻佢轉頭，咁佢咪好開心咯？呢個世界上係唔會有人唔中意俾人讚嘅。嗱，如果咧你係牛馬嘅話咧，一般年尾嘅飯局咧，仲會有以下呢幾種情況：對方陣營嘅領導讚你，哎呀，黃總啊，你哋公司嘅毛毛真係幾好啊！安排周到啊！呢個時候你點答咧？記住佢個公式，表達重視，拉上我方領導。多謝陳總你嘅讚賞啊！其實我之所以可以安排得到咧，都係因為我哋董事長咧特別重視你，所有一切咧都係董事長指示安排嘅。如果你有啲咩吩咐嘅話咧，你隨時聯繫我，拉埋自己嘅董事長，表達咗我方董事長其實係好欣賞對方，好希望可以同對方合作嘅，咁雙方嘅領導一下子就匹配上。對方陣營嘅評級讚你優秀，咁啊更加簡單啦，大大方方接受表揚，再大大方方開翻個玩笑。多謝晒啊！趁我哋領導都喺度，你一定要多讚多我幾句啊！聽完你咁樣講，啲氣氛即刻就可以活躍起身。學到嘢未啊？